各位弟兄姊妹、來賓，早晨！願意大家喺暴風中仍然平安。雖然今日我哋未能夠返到教會裏面一同敬拜，但係我相信我哋嘅心都係一齊嚟到去高舉讚美主。好，各位來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咁你讓我哋一齊嚟到站立啊！同身邊嘅人講，我哋一齊嚟到讚美敬拜我哋嘅主。我哋一齊嚟讚美敬拜我哋嘅主。係啊，邀請佢一齊，我哋盡情嘅嚟到敬拜讚美我哋嘅主。在這多麼美麗片刻，大眾團契於一處，惟願你聖靈下降，惟願你抱擁這地，使我感恩進入你院，大眾同唱出於你殿，但我跳舞頌揚上帝，全力讚頌上帝是我主，揚聲歡呼讚美高歌，齊聲鼓掌跳躍起舞，要讓全地向主闖，開心飛，揚聲歡呼讚美高歌，齊聲鼓掌跳躍起舞，要讓全地眾生朝着你，揚聲歡呼，揚聲歡呼讚美高歌，齊聲鼓掌跳躍起舞，要讓全地向主闖，開心飛，揚聲歡呼讚美高歌，齊聲鼓掌跳躍起舞，要讓全地眾生朝着你，揚聲歡呼，揚聲歡呼讚美高歌，齊聲鼓掌跳躍起舞，要讓全地向主闖，開心飛，揚聲歡呼讚美高歌，齊聲鼓掌跳躍起舞，要讓全地眾生朝着你，要讓全地眾生朝着你。係啊，萬眾都要嚟到去向心於主。各位請坐，將時間交俾間姑娘。以下讓我哋有幾項嘅家事報告分享。嚟緊9月，我哋有一個課程，得着從天上來的能力。我哋神召會係屬於五旬宗派，係一個向聖靈開放嘅信仰群體。呢個課程就會由梁偉明牧師解明五旬宗信仰嘅特色，且指導我哋點樣具體實踐，活出聖靈嘅大能。其中內容包括聖靈充滿同埋講方言、恩賜運作、預說預言等等。弟兄姊妹唔好錯過啦！留意上堂嘅地點係喺粉嶺座堂。9月亦係小朋友開學嘅日子，我哋仍然會喺合一堂幼稚園舉辦優質家長組同一連串家長嘅課程，期望招募一啲想同家長同行嘅弟兄姊妹，讓佢哋能夠去認識信仰同埋我哋教會。咁我哋會喺9月中就會開辦日間組，分別係上晝同下晝嘅時間，而喺10月會開辦晚間組，晚上嘅時間。唔單止招募一班嘅家長同行者，我哋都好想邀請一啲兒童嘅教會導師，或者你好想服侍小朋友嘅，咁當中嚟到去照顧晚間嘅家長嘅小朋友，以至讓家長可以嚟到好盡情嚟到投入課堂聽聞福音。詳情可以聯絡林姑娘或者嘉欣。我哋亦都招募影音控制員。如果你對主日崇拜影音控制侍奉有興趣，對聲音亦都有一種敏銳同埋觸覺嘅話，我哋鼓勵你成為聖樂區嘅影音控制員嘅一份子。我哋會提供基本嘅訓練同埋實習，詳情可以向 Boris 弟兄了解同埋查詢。
今日好高興邀請到座堂嘅主任牧師林巧晶牧師為我哋分享同心建殿，一起長進。願我哋一齊嚟到同心建立神嘅殿，亦讓我哋用禱告嚟到建立神嘅殿啦。我哋為住青少年大專嘅暑期佈道活動嚟到禱告，讓我哋深深吸一口氣，一齊讀出禱文。預備起，主啊，我們為即將舉行的青少年聯堂營會、3項興趣活動和其他聯誼活動等祈禱，求主感動已報名的10位新朋友的心，讓他們被神的愛所吸引，不單願意開放心靈跟我們建立關係，亦會在活動後投入教會。主啊，又願你繼續為我們預備更多新朋友，並使用組員勇敢為你傳福音，以致興旺青少年和大專群體。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跟住讓我哋一同站立，大聲讀出嚟自神寶貴嘅話語。先嚟舊約箴言，預備起，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箴言3章5節。再嚟新約嘅經文，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5章7節。呢一刻就讓我哋同心去敬拜讚美愛我哋嘅主。OK， 感謝主，讓我哋咧能夠可以有佢嘅話語，又有一齊敬拜佢嘅機會。我哋舉手同心嚟到宣告啊！我哋話主啊，你以大能創造天地，以愛創造生命，唯有你配得最大嘅讚美。再嚟啊，主啊，你以大能創造天地，以愛創造生命，唯有你配得最大嘅讚美。哈利路亞！讓我哋用掌聲、用歌聲，將最大嘅讚美獻呈。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傳頌大君王。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傳頌大君王。唯有你配得讚美，全名是主。昔在今在快來君王，萬世要歸位，萬後要承認，你是主耶穌，你是主耶穌，你是主耶穌基督。來高聲唱，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傳頌大君王。來高聲唱，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傳頌大君王。唯有你配得讚美，因你是主。
其尊貴配勝利。3年以後沒有黑暗，而真理來照亮。為我肯犧牲，使我困惱變釋放。我願頌揚耶和華，直到地老天荒。我要歌聲響四方，來頌讚最美名字，就是基督謙卑降世，十架的死只為我罪。我要高舉這救恩，來述說最美名字，但願歌聲中一切美善傳頌你。我要歌聲，我要歌聲響四方，來頌讚最美名字，就是基督謙卑降世，十架的死只為我罪。我要高舉這救恩，來述說最美名字，但願歌聲中一切美善傳頌你。所以我哋要嚟宣告，我要開聲稱頌你，我要開聲讚美你。讓我哋每一個人都開聲嚟到讚美我哋主，因為佢配得一切嘅讚美。所以我哋要嚟到你自己嘅跟前，要作禱告。主啊，充滿你一個嘅殿宇，神啊，因為你自己愛激勵我哋，神，我哋要將尊崇讚美完完全全地交喺你嘅裏邊。神啊，讓我哋有心而發嘅讚美，能夠高舉你，高舉呢個創天造地嘅主，高舉呢個用愛嚟到犧牲而到捨命救贖我哋嘅主。我哋一切嘅心，一切嘅情況，要嚟到你自己嘅施恩座前，主啊，你就係我哋帶領我哋，俾我哋能夠經歷住你自己嘅同在同在。神，我哋要嚟尊崇你，哈利路亞！主啊，你配得天地嘅讚美。天都海闊，歌聲都達到，你的恩典使我永遠也宣告。無論到地老到天荒都聽到，我要歌聲響四方，來頌讚最美名字，就是基督謙卑降世，十架的死只為我罪。我要高舉這救恩，來述說最美名字，但願歌聲中一切美善傳頌你。但願歌聲中一切美善傳頌你。但願歌聲中一切美善傳頌你。主嘅掌聲歌聲傳頌於你，哈利路亞。如香陳年，在你的聖殿之中，讓我舉手，求你同在，頌讚歸於榮耀的你。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年，在你的聖殿之中，讓我舉手，求你同在，頌讚歸於榮耀的你。耶和華，求你臨近，願我主聽我聲音，讓我盡力作為活祭，呈現在你的面前。耶和華，求你臨近，願我主聽我聲音，讓我盡力作為活祭，
在你的聖殿之中，讓我舉手，求你同在，頌讚歸於榮耀的你，耶和華，求你臨近，願我主聽我聲音，讓我頌你作為活祭，呈獻在你的面前。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年，在你的聖殿之中，讓我舉手，求你同在，頌讚歸於榮耀的你，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年，在你的聖殿之中，讓我舉手，求你同在，頌讚歸於榮耀的你，頌讚歸於榮耀的你，頌讚歸於榮耀的你，頌讚歸於你，頌讚歸於你。Praise you, Jesus， 一切嘅頌讚全歸喺你裏邊。主，我哋願意你臨近，悅納我哋喺你面前嘅敬拜。你臨近，觸摸我哋眾人嘅內心。你臨近，讓我哋能夠更知道你嘅愛與我哋同在。主係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主係你嘅名係應當稱頌。晨曦之中，我尋求神話語，每分一刻感激主多愛寵。日光之中，人流離在多變世俗裏，聖靈求你引導我途，用我靈性聽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願尋求你的旨意，從你懷內看萬事變得空虛，光輝不再。願我此刻知你是神，願我得享安息在你手裏。晨曦之中，我尋求神話語，每分一刻感激主多愛寵。日光之中，人流離在多變世俗裏，聖靈求你引導我途，用我靈性，用我靈性聽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願尋求你的旨意，藏你懷內看萬事變得空虛，光輝不再。
我得享安息，在你手裏，容我寧靜，聽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願尋求你的旨意，藏你懷內，看萬事變得空虛，光輝不再。願我此刻知你是神，願我得享安息，在你手裏。主啊，讓我哋嘅心安息喺你嘅面前，將一切嘅話語向你嚟到傾心吐意。將我哋要嚟禱告喺你嘅跟前，用方言，用靈歌，用悟性，將我哋要嚟親近你，因為我哋深信，我哋嘅口一開，我哋嘅心就敞開。聖靈嘅教導我哋點樣嚟到親近你。主啊，我哋要嚟到你自己跟前，更深嘅嚟到敬拜你。主啊，我哋嚟到向你嚟到傾心吐意，主，我哋嘅心要嚟向舉心吐意。一生主恩永沒減退，耶穌你為我醫心碎，從身上路才頓覺迷茫漸去，原來拆掉我內碎石才能共你建起新居，燃亮我心，風霜裏讓我再找緊信念，行盡幽谷，漆黑中才學會讓你星火引牽，唯靠你手釋乾我淚印，讓我心更堅，仍然願信。莫問事情看近與天，你應許卻未改變。
一生主恩永沒減退。耶穌，你為我醫心碎，重新上路才頓覺迷惘漸去，原來擦掉我淚水些才能共你建起新居。燃亮我心，風霜裏讓我再走緊信念，行盡幽谷，漆黑中才學會讓你星火引牽，唯靠你手熄乾我淚印，讓我心更堅，仍然堅信無論事情空間與天，你應許卻未改變。主啊，燃亮我哋嘅內心，我心風霜裏讓我再走緊信念，行盡幽谷，漆黑中才學會讓你星火引牽，唯靠你手熄乾我淚印，讓我心更堅，仍然堅信無論事情空間與天，你應許卻未改變。一齊宣告，我未懼前路困險，只盼望能成就你的心意。我願憑着信，憑着愛，隨着你過每一天。燃亮我心，風霜裏讓我再走緊信念，行盡幽谷，漆黑中才學會讓你星火引牽，唯靠你手熄乾我淚印，讓我心更堅，仍然堅信無論事情空間與天，你應許卻未改變，仍然堅信無論事情空間與天，你應許卻未改變。主耶穌，我哋嚟感謝你，因為你燃亮我哋嘅生命，堅固我哋嘅信心，你以愛陪伴我哋穿越人生一切嘅黑暗險阻同幽谷，無論晴天雨天，主啊，你嘅應許千載不變，一切嘅感恩敬拜嘅掌聲全歸喺你裏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 ，Amen， 哈利路亞，感謝主。敬拜高峰係生命嘅呈現，以下落嚟係奉獻嘅時間，大家可以先坐低，稍作預備。奉獻係基督徒回應神大愛嘅行動，亦都係俾我哋嚟到直接經驗施比受更為有福嘅好時間。當我哋預備好嘅時候，讓我哋一同嘅再次站立，從中間嘅通道我哋可以出嚟奉獻，讓我哋一齊嚟到享受呢一個蒙福嘅時間，一齊站立，我哋奉獻喺主嘅面前。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心似海，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擦乾，能穿起舊人，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立志擺上，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
聖哉，神豐足的厚愛，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聖哉，神豐足的厚愛。我哋低頭為奉獻祈禱，主，我哋感謝你，讓我哋能夠有奉獻嘅能力同機會。求你賜福我哋嘅奉獻，化為大用，使用喺你自己嘅聖工之上，讓更多人能夠認識相信你。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 ，Amen。各位請坐，將最大嘅掌聲再一次獻呈喺主嘅面前。啱啱過去嘅復活節咧，唔知大家你嘅經驗同埋體會如何呢？喺教會裏邊咧，實在就係令人振奮嘅，因為咧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啦，嚟自唔同年紀、唔同牧區嘅肢體咧，一齊嚟到參與喺教會裏邊所舉辦嘅活動。嗱，包括咧我哋喺受苦節嗰日。我哋咧去到即係山上面啊，道風山上邊咧，我哋一齊靈修啊，差唔多咧有成90幾位嘅弟兄姊妹咧，我哋一齊嚟到去喺當中咧經驗神佢自己嗰份嘅話語嘅同在啦，同埋咧嗰種喺話語當中咧，我哋進入默想啦。所以咧我哋嘅弟兄姊妹咧當日都係有好多嘅領受，同埋咧喺安靜嘅裏邊咧嚟到去得蒙主嗰份嘅恩典啦、祝福啦。咁到晚黑咧，我哋就有呢個嘅受苦節嘅晚會，亦都咧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咧翻到嚟教會裏邊，我哋一齊嚟到去默想，將教會咧化身為一個嘅客西馬尼園，我哋咧陪同主耶穌一齊咧嚟到去走呢一條受苦嘅路。咁我哋咧亦都喺呢個嘅同步裏邊咧，有年青人佢哋咧去參加咧呢一個嘅3日2夜嘅營會。阿風棉牧師同埋阿偉樂傳道咧就帶住一班嘅年輕人咧嚟到去一齊生活啦，一齊嚟到去敬拜啦，一齊咧嚟到去默念耶穌基督佢自己呢個嘅復活嘅大能。咁我覺得咧都係好有意思。除咗我哋喺本地啦，喺教會裏邊呢啲活動之外咧，更加咧有短宣隊去到唔同嘅地方，包括有去到台灣啦，亦都去到國內啦，去分享神嘅愛。咁我覺得咧呢一切咧其實都係神俾我哋嘅恩典嚟嘅。咁喺上個禮拜六咧，我哋週六晚崇咧 renew 就正式開始咗啦。咁琴晚咧都係好感恩，琴晚咧我哋 renew 咧就坐到爆棚咯喎，已經係。咁所以咧見到神佢自己復活嘅大能喺我哋當中弟兄姊妹裏邊嗰個嘅臨在咧，其實都見到咧我哋要獻上嘅就係無窮無盡嘅感恩。所以邀請大家再一次用掌聲嚟對多謝我哋嘅神，好唔好啊？佢帶領我哋嘅教會咧，一齊嚟到要進入一個更新嘅當中。喺過去嘅3個月裏邊咧，其實同大家咧一齊嚟到去讀以弗所書。以弗所書咧就係一卷講教會嘅書信，而我哋其實喺呢一個嘅歷程當中咧，我哋要更新，並且咧我哋嘅教會要重尋我哋嘅定位，所以咧我哋好需要有神嘅話語咧嚟到幫助我哋。今日咧我都會繼續去講以弗所書，咁而我好想咧就先同大家咧做少少嘅回顧啦，因為咧過去3個月咧我就同大家講咗咧以弗所書嘅1至3章，其實咧成個以弗所書個結構咧好簡單，就係頭3章咧就係講一個嘅教義同埋咧一啲嘅理論嘅基礎。而喺第4至到6章咧，保羅咧就講應用啦，生活嘅實踐啦。咁過去嘅3章裏邊咧，第1章講到喺黑暗嘅世代嘅裏邊，教會必須要知道自己喺地上嘅身份係萬有之首，係基督嘅身體。而第2章咧就係嚟到去講到我哋要成為一個有生命影響力嘅萬有之首，基督嘅教會，我哋就必須要喺基督嘅裏邊合而為一，同被建造，成為咧聖靈嘅居所。而去到第3章咧，保羅有一個好好嘅禱告，就係咧教會要得着生命嘅力量咧，就必須咧要喺基督嘅裏邊領略基督嘅愛係何等嘅長闊高深。
所以咧1至3章就為成個教會嚟到去做咗一個定義啦，一個咧好重要嘅理論教義嘅基礎。咁去到第4章啦，今日咧我哋會講第4章。保羅咧開始更具體咁樣講出咧，究竟要點樣應用咧？教會要點樣先至可以被建立咧？信徒要點樣行事為人呢？咁今日咧，我哋會睇第4章嘅1至到16節，因為咧經文都頗多，咁所以咧我就分開咗4個小段落咁樣咧，咁我哋就逐個段落嚟到去睇，同埋咧嚟到去領略保羅咧佢對我哋嘅教導，好唔好啊？咁咧我哋先嚟到去讀1至到3節啦，準備我哋一齊讀出。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温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呢個咧亦都係我哋今個月咧讀嘅經文，希望大家咧你可以背咗佢，好唔好啊？建立教會先決條件呢係要有合而為一的心。所謂心法重於方法，建立教會咧唔係首先講事工方法，而係咧我哋先要有咧生命嘅品格。保羅咧佢喺第1節咧就好緊張地咧要勸勉我哋啦，就係佢坐緊監嘅時候咧都要去勸勉我哋作為主嘅門徒嘅人咧，要嚟到既然蒙召就要行事為人咧，與我哋所蒙召嘅恩相稱。即係話咧，我哋行事為人啦、處事待人啦，應該同我哋呢個基督徒嘅身份咧係相稱嘅。而當中咧列出咗咧幾個嘅美德啦，或者我哋稱之為係我哋生命嘅品格啦，謙虛、温柔、忍耐、愛心、寬容、和平呢一啲嘅特點咧，係喺基督嘅裏邊，我哋蒙召嘅人當中咧係好重要嘅。咁咧，我唔知大家你再望下呢幾個生命嘅品格，佢有咩共同特點呢？當你能夠同一個有謙虛、温柔、忍耐、愛心、和平嘅人一齊相處嘅時候，你覺得會係點嘅體會呢？呢一啲嘅生命嘅品格美德咧，我見到有一個特點，就係咧呢啲嘅素質走埋一齊嘅時候咧，會創造出一個合一有利嘅條件。合一嘅心需要有呢一啲生命嘅品格嚟到去創造出呢一個嘅合一。我哋咧可以試下嚟到去諗一諗，如果相反啊，冇咗呢一啲嘅美德品格嘅時候，會點樣呢？例如謙虛嘅相反詞就係驕傲自大。謙虛嘅人會睇別人比自己強，但驕傲嘅人咧，往往就係自我中心，同埋咧目中無人。如果呢啲嘅人走埋一齊嘅時候，係驕傲自大嘅人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就難以合一啦。温柔同呢個嘅剛愎咧，其實就係一個相反嚟嘅喎。温柔嘅人咧，心靈係軟弱，係温婉嘅，係一種嘅柔軟，能夠去承載生命嘅。但係剛愎自用嘅人咧，其實往往就係好硬邦邦啦，唔能夠體恤人啦。有忍耐嘅人同冇忍耐嘅急躁嘅人咧，又係一個嘅對比嚟嘅。忍耐我哋能夠等候啦，能夠去冷靜咁樣去面對一切嘅事情啦。但係急躁嘅人咧，就往往咧就係心急如焚啦，暴跳如雷啦。所以咧寬容啦、和平啦，呢一啲咧其實都係締造緊咧一個好重要合一嘅環境，同埋我哋嗰種心靈嘅質地。我唔知咧對大家嚟講，你覺得邊一個嘅美德，邊一種嘅品格為你嚟講係好重要咧？在我嚟講咧，我覺得咧對我嚟講最緊要咧，其中一個我常常都去祈禱嘅咧就係忍耐啊。點解啊？因為個人急咯，係咪？我哋往往都講咧唔好急，但係咧就要快咯咁樣。咁好明顯咧，你嘅牧師我咧都係一個快嘅人啦。咁快得嚟咧，往往就會急啦，急得嚟就會點啊？
燥啦，係啦，咁咧所以急躁咪就係咁樣咯。不過我發現咧都唔係淨係我嘅，其實好多女人仔咧，其實啲急躁咧，加埋又有咁上下年紀開始咧，啲燥底又更多嚇。咁所以咧，我哋啲弟兄身邊咧，唔知會唔會你上有高堂阿媽啦，身邊有個老婆啦，或者女朋友啦，咁下邊又有個急急地、燥燥地嘅阿女啦，咁之類咧，咁樣咧，哇！咁真係好辛苦喎，嗬！啊不過咁，我哋咧如果急躁嘅人身邊咧多個忍耐嘅人咧，其實我哋又會覺得好舒服喎。咁所以其實真係嘅，即係對我嚟講咧，點樣可以嚟到去對應自己呢種嘅性格咧？其實冇辦法嘅，唯有咧一樣嘢啫，就係祈禱，更多嘅靈修，求主咧加添呢一種生命嘅質地俾我。除咗忍耐之外，温柔都係啦，係咪？即係温柔咧，其實喺團隊嘅裏邊好重要，因為我哋有一顆柔軟嘅心，我哋就能夠去承載。特別我哋嘅小組長，特別我哋嘅弟兄姊妹，當你有一顆温柔嘅心咧，我想講咧，新朋友嚟到我哋當中咧，都會感覺到咧，即係主佢嗰種嘅温柔體貼咧喺我哋嘅中間。所以咧，當我哋話要有合一嘅心，神提我哋首先要有呢種生命嘅品格。接住咧，其實除咗生命嘅品格之外咧，保羅就提出咗啦，合一咧需要有共同嘅價值、信念同埋異象。所以咧，佢列舉咗7個一。我哋一齊嚟到去讀第4至到第6節啦。準備，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呢一個嘅核心嘅理念呢，保羅嚟到去提出係引導緊咧初期教會喺一個充滿異端啦，同埋好多變數嘅環境裏邊咧，可以繼續嚟到去傳承耶穌基督嘅福音使命。因為咧弟兄姊妹佢喺個教會裏邊咧，佢哋一齊嚟到去持守呢啲嘅信念價值，甚至係異象咧，讓佢哋知道乜嘢係最重要喺佢哋嘅信仰生活嘅裏邊，乜嘢係正確嘅。所以信念價值其實就係講緊我哋睇到嘅嗰啲重要嘅事情係啲乜嘢？我哋信嘅嗰啲嘅信念究竟又係啲乜嘢？以致我哋能夠持守咧？並且咧有嗰個嘅神所賜俾我哋嘅異象。異象係乜嘢？異象其實就係一個嘅夢想。神俾我哋見到一個更遠大嘅嗰個嘅遠景，俾我哋一班信耶穌嘅人一齊朝向呢個方向嚟到一齊嚟到去同行。所以咧，當呢啲嘅信念、價值同埋異象嚟到組合起嚟嘅時候咧，就構成咗教會嘅獨特嘅身份。所以咧，其實在世上咧，神容許有好多嘅團隊，好多嘅信仰嘅群體，好似我哋嘅教會，仲有隔離嘅教會。其實咧，每一個教會都係神所俾我哋能夠喺地上咧嚟到去回應神嘅使命。但係構成我哋嘅獨特性喺邊度咧？就係在於咧我哋嘅信念、價值同埋異象。簡單嚟講，就係咧就一家人啊。其實一家人咧嗰個嘅 DNA 啦同埋氣質咧會好相近嘅。我自己咧係5個細佬妹嘅家姐啦，所以我哋6兄弟姊妹。咁咧以前新年拜年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8個人一齊出動嘅，加埋阿爸阿媽。咁我哋咧出街嘅時候咧，雖然咧我哋着嘅都係唔同嘅衣服啦，打扮都會唔同啦，但係咧啲親戚朋友啦或者咧喺街坊裏邊咧，佢都會咧話：哇，呢度係一家人啦！佢會好知㗎喎，點解啊？因為咧，我哋嘅氣質相同咯。你行出去咧，都有個勢㗎喎。我唔知譬如我哋當中有冇人話你哋有夫妻相啊？你個仔你個女好似你哋喎。你成家人咧都唔使點講嘢咧，人哋就已經 feel 到咧呢度係一家人啦。粉嶺神召會嘅弟兄姊妹，當你行出去嘅時候，你聞唔聞到陣除 feel 唔 feel 到？咦，原來都係自己人嚟㗎喎。嗰陣除係乜嘢咧？我哋一齊嚟到去吸一吸氣先，嗦一嗦，
我哋呢度有冇一份粉神嘅錘喺度咧？嗰種嘅味道，嗰個生命嘅氛圍，究竟點樣嚟到去成為我哋嘅特質咧？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信念、價值同埋異象，導引緊呢個嘅群體。對於我哋粉嶺神召會嚟講咧，其實我哋係一個點嘅教會咧？我哋信啲乜嘢？我哋重視啲乜嘢咧？首先，我哋係一個愛慕神、愛慕聖靈嘅教會。呢一個嘅教會咧，係我哋重視聖靈嘅充滿。我哋相信神蹟奇事。我哋認為靈恩、靈知、靈德都係好重要嘅。呢個就構成咗我哋呢個信仰嘅嗰個嘅根基。呢個就係我哋所重視嘅價值同埋信念，而我哋同時亦都係一個使命導向嘅教會，所以我哋相信咧，神已經將大誡命同埋大使命咧嚟到託付俾我哋嘅教會啊，所以咧我哋好重視嘅咧就係我哋要嚟到去建立一個愛神愛人嘅優質門徒群體。呢個我哋都識講㗎，係咪啊？我哋咧要嚟到去全然委身俾主，我哋要喺101去到501，成為一個主嘅門徒啊！所以咧呢個係我哋嘅相信，亦都係我哋所持守嘅。而更加咧，粉嶺神召會係一個夠膽發夢嘅教會。弟兄姊妹，你夠唔夠膽發夢啊？或者咁講，你有冇發夢啊？為教會嚟發夢啊！阿星爺咪講嘅，冇夢想嘅就係鹹魚一條啊！我想講，如果教會冇夢想嘅、冇異象嘅，一樣係鹹魚一條啊！我哋嘅教會係一個夠膽發夢嘅教會。你話牧師，我真係未為教會發夢過喎。感謝主。你有一個願意發夢嘅牧師喺度，你個牧師成日都喺度發白日夢，我成日都喺度發白日夢，所以我都想帶你一齊嚟到去發夢。我哋嘅教會會係一個點嘅教會咧？我自己發夢裏邊咧，我會見到咧，我哋嘅教會裏邊咧，哇，有好多人咧會嚟到當中。而呢一啲嘅朋友，可能係我哋嘅鄰舍啊，可能係你嘅親戚朋友，又或者可能咧係路過此地嘅。你知而家好多啲路過此地嘅朋友㗎嘛，係咪？咁佢哋可能會聽到，呢個教會有生命力，呢個教會真係有神同在，所以佢要嚟到去感受一下，佢要嚟到去領略一下。所以當佢哋嚟到教會嘅時候，嚟到去敬拜，同我哋一齊敬拜嘅時候咧，佢嘅心就要嚟到去被感動。其實我哋喺個敬拜裏邊，我哋常常都聽到有弟兄姊妹話咧，哇！當音樂一響起，佢哋啲眼淚就流出嚟。啊！當佢哋眼淚流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唔明點解啊！尤其是好多新朋友咧，點解我一個大男人嚟到嘅時候，突然間你唱嗰首歌咧，我真係咧10幾20年都未試過咁喊，但係我就係咁樣流眼淚，點解啊？係因為神嘅愛觸動佢哋，係因為神嘅話語嚟到光照佢哋，以至咧佢哋話呢度真係有神啊！呢一度真係有神嘅愛啊！神佢自己嘅臨在啊！佢哋要面伏於地嚟到將生命降服於主。我想講呢個唔係一個夢想啊，而係一個事實。喺我哋嘅教會裏邊，事實有好多人嚟到嘅時候，喺敬拜嘅當中，佢哋與主相遇。我好想話，我自己嘅禱告裏邊咧，我宣告話，我哋嘅教會，我哋嘅敬拜要復興。我哋喺呢個敬拜嘅裏邊，唔係淨係我哋呢個信仰群體，唔係淨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喺呢一度得蒙造就，而係有更多我哋嘅新朋友，就係佢哋可能喺個慕道嘅裏邊，可能被朋友嘅邀請嚟到，當佢哋同我哋一齊嚟到唱詩歌，喺禱告嘅裏邊，佢哋嘅心咧就要被觸動，以致佢哋嚟到話，神真係喺我哋嘅中間。所以呢個係我嘅夢想，而我亦都夢想，亦都睇見我哋嘅教會會成為一個咧能夠
影響生命嘅教會，係一個生命影響生命嘅教會。呢個教會會有一種嘅力量，可以咧嚟到使神嘅祝福咧不斷咁樣延伸，唔單止喺粉嶺上水區，更加喺北都甚至去到更遠嘅地方，列國萬邦。神要藉我哋呢個小小嘅教會，彰顯佢嘅大能嚟到去祝福更多嘅人。其實呢一個正正就係85年前何展群姑娘嚟到我哋嘅當中嘅時候，喺呢個窮鄉僻壤嘅裏邊展開呢種生命嘅工程。到我哋今日，我想講粉嶺係一個乜嘢嘅區域呢？係咪仲係以前嘅鄉村呢？唔係啦。而家嚟緊聽聞啦，係咪？唔係聽聞啦，已經出咗報告啦，話我哋呢一度會點樣啊？要擴展啊嘛，做北都啊嘛，係咪啊？呢一度會有250萬人會喺呢一度居住啊嘛。所以神將更多嘅人帶到嚟呢個區域嘅裏邊。我哋點樣嚟到用我哋呢個小小嘅教會嚟到去影響，嚟到去接觸更多嘅生命？我相信神咧要嚟到去使用我哋，透過喺禱告嘅裏邊咧，透過宣教咧、社關啦、植堂啦，將祝福嚟到去延伸。我哋嘅教會係一個有異象嘅教會，異象就係夢想，就係神俾我哋所見到嘅嗰個嘅願景，我哋一齊嚟到去朝向。當我哋呢個群體一齊嚟到去敬拜，喺呢個敬拜嘅裏邊，我哋透過喺禱告，透過喺呢一個嘅守望嘅當中，我哋唔單止嚟到去讓我哋嘅弟兄姊妹每個星期一齊嚟到去舉手讚美，我哋更加希望喺呢一度更多嘅禱告嘅人嚟到去守望呢個地方，而更加嘅我哋唔係淨係單單想哇呢度坐滿人，而係更重要嘅。有更多嘅人可以俾我哋差派出去，嚟到去拓展、去做宣教嘅工作，以致呢個世界蒙祝福。因着我哋嘅生命，因着我哋嘅擺上，讓我哋喺呢一個嘅地區嘅裏邊嚟到去成為主所使用嘅一個嘅群體。所以弟兄姊妹，對我哋嚟講，來敬拜、去宣教，根本就係我哋嘅生命。而呢種嘅生命能夠生生不息咁樣咧嚟到去流動嘅時候，我哋呢個教會咧就會充滿嗰種嘅活力。教會需要我哋每一個同心，一齊嚟到去領受神俾我哋共有嘅呢一個信念、價值同埋異象。所以我都邀請我哋眾弟兄姊妹，我哋要一齊嚟到喺呢一個嘅世代裏邊咧嚟到去活現出神所俾我哋嘅呢一個嘅生命力。當保羅佢喺呢一個嘅以弗所書第4章講到有生命嘅呢一個嘅品格嚟到去承載住合一嘅心，亦都講緊我哋需要有呢一個嘅信念價值同埋共守嘅一個嘅異象嚟到去拓展教會。之後咧，佢就同我哋講啦，我哋咧要點樣嚟到去建立同埋裝備我哋嘅信徒咧？我哋一齊嚟到去讀出第7去到第12節咯。我哋一齊讀出，準備。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我想請大家讀埋黃色字呢個和修版本嘅經文，好唔好？準備1、2、3，為要裝備聖徒，做侍奉嘅工作，建立基督嘅身體。呢段嘅經文呢，我覺得都幾容易明到啊！我哋讀完都大概可以掌握到，講緊恩賜。但係呢，我諗為我哋嚟講最唔明嘅呢係8至到第10節。究竟保羅講乜嘢呢？點解講恩賜嘅同時又會提到嗰個經上所記嘅嗰個升到高天啊？然後呢又擄掠了仇敵，究竟嗰個係咩意思呢？
嗱，其實咧，當我哋嚟到去查考經文嘅時候，就知道咧，其實保羅係引用緊咧大衛喺詩篇68篇咧呢個得勝嘅詩歌咧嚟到去解説恩賜究竟係一件乜嘢嘅回事。佢就用咧呢一個嘅得勝嘅意象咧，其實就係講基督透過喺十字架同埋復活嘅呢一份嘅大能咧嚟到去戰勝咗罪惡同埋死亡。佢咧復活咗之後升天坐喺主嘅右邊。喺呢個時候咧，呢個得勝嘅將領咧，就好似喺詩篇裏邊所講嘅，佢咧要將戰利品咧嚟到分發俾佢嘅百姓。所以咧，其實保羅佢係想強調恩賜係耶穌基督量俾我哋每一個嘅，無論大小，無論係乜嘢嘅恩賜，全都係神嘅主權，係佢得勝以後，將呢啲嘅禮物，將呢個恩賜咧嚟到分發俾我哋各人。喺第11同埋第12節咧，保羅就更加清楚講喺教會裏邊咧，其實有眾多嘅恩賜，其中有5項，呢5重職事咧，就係透過神所揀選嘅僕人嚇，大部分咧呢啲嘅職事咧都係全時間嚟到去服侍神嘅人。佢哋咧包括使徒、先知、傳福音嘅牧師同埋教師，佢哋咧嘅工作就係嚟到去裝備聖徒，嚟到去建立教會。喺佢哋咧我想講咧，佢哋咧係5個嘅職事，即係話佢哋咧係5個嘅職能，但係就唔係5個嘅職級，冇分大細。不過佢哋咧有同樣嘅功能，就係咧嚟到去裝備教會裏邊嘅每一位嘅信徒。為咗咧要嚟到建立教會，對我哋嚟講咧，牧師同埋教師咧，我哋會比較理解嘅，因為牧者、教師佢都係咧關懷信徒啦，連結住即係呢個牧養嘅隊伍啦，一齊咧嚟到去透過聖經啦，透過關懷啦、禱告啦嚟到去牧養我哋嘅眾弟兄姊妹。但係咧，先知係邊個咧？先知嘅職能咧，其實就係宣講啦，透過喺代禱嘅裏邊啦，敏鋭聖靈嘅聲音，然後咧就將神嘅話語咧嚟到曉諭俾佢嘅百姓。而傳福音嘅咧，其實就唔單止係佢自己傳福音，更加咧都會帶其他嘅人咧一齊嚟到去將福音咧傳揚開去。而使徒咧更加係咧呢一個嘅領袖團隊，喺屬靈嘅團隊裏邊咧係一個嘅領袖，佢帶領住異象方向，同埋咧佢通常咧會比較多嗰種嘅遠見啦、創建啦、信心啦，同埋鬥心咧，要嚟到去發展啦，嚟到去拓展咧神所俾佢嘅呢一個嘅異象啦。喺呢一啲嘅職份嘅裏邊咧，佢哋同樣要帶領嘅。同埋要做嘅咧，就係裝備弟兄姊妹嚟到去進入呢個嘅侍奉嘅當中。佢哋喺服侍嘅裏邊咧，要讓弟兄姊妹嚟到去進入呢個嘅侍奉嘅裏邊，一同建立基督嘅身體。在我哋嘅教會裏邊咧，雖然咧未有將同工咧劃分呢5重嘅職事，但係咧。我睇到嘅係我哋嘅同工都能夠咧按住佢哋嗰個恩賜，能夠獨當一面咧嚟到去發揮神所俾佢哋嘅能力、才幹，以至咧能夠去建立教會，嚟到去造就我哋嘅眾弟兄姊妹。譬如封面牧師啦，係我哋嘅副主任牧師，係咪？佢更加咧亦都係我哋101嘅總家牧。佢要做嘅咧就係咧要連結我哋嘅家牧、區牧同埋咧我哋牧養嘅領袖一齊咧嚟到去發揮嗰個團隊嘅牧養功能，以至我哋喺個牧養嘅上邊咧能夠更加到位啦，同埋咧能夠去回應咧呢個時代嘅需要。而 Echo 傳道咧就係我哋201嘅部長啦，會發展同埋咧嚟到去裝備我哋嘅弟兄姊妹喺普及嘅栽培嘅當中，喺個信仰嘅根基嘅裏邊，更加咧要嚟到去發展啦。我哋喺牧養同埋喺教導上面咧一啲好重要，按住嗰個時代需要嘅一啲嘅新嘅課程啦。咁當然啦，仲有阿浩洋傳道啦嚇，浩洋傳道就會係我哋401宣教嘅隊目嚟啊！佢要嚟到去帶領我哋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嚟到去走出呢4埲牆，嚟到去做宣教，嚟到去咧拓展福音嘅領域。除咗唔同嘅部長之外，偉成傳道啦。
偉成傳道就會做我哋咧呢一個嘅崇拜嘅總主管喎。咁佢咧就要嚟到去讓我哋呢個崇拜嘅溫度嚟到提升。點樣將崇拜溫度提升咧？搞個冷氣掣就提升？當然唔係啦。咁呢個就留翻俾阿偉成傳道幫我哋諗下咯。你要為阿偉成傳道嚟去祈禱，讓佢真係咧領受主俾佢嘅呢一個屬天嘅智慧。點樣能夠令到我哋成個嘅教會嗰種嘅氛圍同埋崇拜嘅裏邊更加有一份嘅親切，以至咧真係有更多嘅新來賓嚟到嘅時候咧，感覺到我哋嘅溫度，感覺到我哋嗰份嘅歡迎咧。仲有文福啦，係咪啊？文福傳道，男人嘅事工一定要留翻俾佢啦，因為佢係一個大男人，啱晒佢係咪？咁啊，仲有阿坤傳道咧又好好，因為坤傳道咧，我邀請咗佢咧幫我手一齊嚟到去諗我哋文創嘅工作。文創嘅工作包括啲咩咧？其中一個就係媒體。大家都聽到我哋話要媒體，我哋要有所更新。大家知阿坤傳道咧以前讀書嘅時候咧係讀電影嘅喎嚇。佢喺以前嘅工作裏邊咧，亦都參與好多咧一啲喺媒體嘅工作上邊。咁所以咧，我邀請佢同我一齊去諗下，究竟我哋點樣嚟到去發展我哋嘅媒體工作，無論係我哋嘅website 啊、YouTube 啊，或者係 IG 啊等等。希望咧可以接觸更多嘅人，透過呢啲嘅媒體嘅工作咧，我哋可以接觸更多我哋今日喺呢4埲牆裏邊接觸唔到嘅一啲未信主嘅朋友。仲有 Ruby 傳道啦，兒童方面，阿偉樂青少年方面，我相信我哋嘅傳道有更多嘅可能性，需要弟兄姊妹你一齊為着我哋嘅教牧同工嚟到去代禱。建立教會唔單單係教牧同工嘅責任，更加係弟兄姊妹嘅你哋生命裏邊嘅託付嚟啊！因為呢一個咧好清楚聖經裏邊咧嚟到去提我哋，就係咧我哋眾教牧同工所做嘅咧係裝備聖徒，而你哋咧要做嘅咧就係侍奉嘅工作。每一個都要進入去侍奉嘅裏邊嚟到去擔負呢一個嘅職事嚟到去侍奉上帝，嚟到去造就教會。我想問我哋當中有幾多個已經完成咗301嘅？舉下手先。喂，都大部分喎。咁有冇侍奉啊？有。咁我為你感謝主。咁未301嘅係咪唔使侍奉啊？梗係唔係啦。未301嘅都要侍奉。你已經完成咗101嘅，就係代表你係我哋嘅家人。我哋嘅家人記唔記得101你簽嘅時候你講乜嘢㗎？你承諾咗話要歸屬、愛護、支持、拓展呢個家嘛，並且願意同擔教會嘅責任。我想講呢個就係侍奉嘅起點。而301咧係進一步幫助我哋當中嘅弟兄姊妹，你了解自己嘅特色，以致你能夠喺合適嘅崗位上發揮你嘅特質同埋長處，以致喺個侍奉嘅裏邊咧，更加能夠去活現上帝俾你呢個生命嘅特色。當我哋有合一嘅心，又願意接受裝備同埋侍奉，我想講教會就會復興，教會就會成長，而我哋亦都會經歷呢個生命嘅長進。我成日都思想一個問題，究竟帶領教會目的係乜嘢呢？當我話教會，我哋要嚟到一齊嚟到建立，究竟建立教會最終嘅目的係乜嘢？教會被建立係咪就係要好多人喺度，咁就叫做建立咗教會呢？我哋必須要翻返去聖經。最後呢個段落，我哋一齊嚟到去讀出。保羅話俾我哋聽，建立教會最終嘅目的係乜嘢呢？我哋一齊讀出13至到16節，準備。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8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建立教會最終嘅目的係乜嘢？就係成長。感恩係神將呢個最終嘅目的俾過我哋每一個，讓我哋知道建立教會最終嘅目的唔係為咗要我哋個教會多人大，呢個唔係最終嘅目的。教會究竟係大係細呢？自有上帝佢自己親自量俾我哋。所以我哋最重要嘅係乜嘢呢？係一個生命嘅成長。呢個生命嘅成長係包括我哋呢一班喺教會裏邊一齊嚟到去建立教會嘅人。教會其實就係一個神所呼召嘅一班人，佢哋一齊嚟到信仰耶穌基督。當佢哋走埋一齊嘅時候，喺呢個建立嘅過程當中，我哋嘅生命就要被建立，喺真道上就要同歸於一。呢一班信耶穌嘅人，佢哋唔再留於喺一個初信嘅階段，而係佢哋能夠長大成人，嚟到去效法基督，有基督嘅身量，能夠喺呢個動盪、喺呢個充斥異端嘅環境嘅裏邊，仍然能夠信心穩固，唔被動搖，有呢一種辨別嘅能力。更加當呢一個嘅群體，當佢哋一齊走埋一齊，嚟到去學習，一齊嚟到成長，一齊嚟到侍奉嘅時候咧，呢個身體就會漸漸嘅增長，而所有喺呢個群體裏邊，喺教會當中嘅弟兄姊妹咧，就能夠喺愛中建立自己。呢一個係神嘅心意，建立教會係讓我哋嘅生命經歷嗰份嘅成長。當我哋嘅生命經歷成長嘅時候，呢個嘅身體亦都會同樣漸漸嘅長成。所以當我哋翻去第一章裏邊，我哋講究竟教會係乜嘢呢？喺呢一個世代嘅裏邊，我哋要知道教會就係萬有之首，係基督嘅身體。當呢個基督嘅身體漸漸嘅成長嘅時候，佢就能夠去活現嗰份嘅豐盛，就叫我哋周圍嘅人可以見證得到基督呢一份嘅大愛，基督嘅嗰份嘅福氣就喺我哋嘅當中，以至更多嘅人佢哋願意嚟到我哋嘅中間，嚟到去領受並且得蒙呢一份嘅恩典，呢一份嘅福氣。所以但願神嚟到去賜福我哋粉嶺神召會，叫我哋呢個教會能夠蒙主嗰個嘅保守同埋帶領，以致我哋每一個喺呢個身體嘅裏頭可以經驗嗰份嘅成長，叫我哋能夠喺愛中建立自己。我想請敬拜隊嚟到台上作呢個嘅預備啊！建立教會嘅先決條件，對保羅嚟講係合一嘅心。而良好嘅品格、共同嘅信念價值同埋異象，就會促使呢一個合一嘅發生。而其次咧，就係教牧同工必須嚟到去裝備我哋嘅信徒去侍奉神。而當各人能夠按住自己嘅恩賜、按住自己嘅特色，各按其職，彼此配搭嘅時候咧，教會就能夠漸漸嘅增長。而我哋眾弟兄姊妹亦都能夠喺愛中咧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喺今日嘅崇拜裏邊咧，我好想邀請大家喺建立教會嘅呢個歷程嘅當中，當然我哋每一個都要去嚟到去參與，而更加咧，我想我哋眾弟兄姊妹咧能夠喺禱告嘅裏邊咧嚟到去擺上。所以咧，當你要嚟到去擺上禱告嘅時候咧，有幾個方面你可以嚟到去做嘅。首先第一，為你自己個人生命嚟到去祈禱，求主俾我哋有謙虛溫柔、忍耐愛心、寬容和平，創造合一嘅呢一個好重要嘅條件。求主嚟到去賜俾我哋。第二咧，我哋為教會眾肢體嚟到去禱告，讓我哋呢個嘅羣體咧係與基督嘅心嚟到去對齊，以致我哋咧能夠持守主所俾我哋共有嘅呢啲嘅價值同埋信念，亦都咧為我哋嘅教牧同工嚟到去祈禱啦。讓我哋能夠喺五重職事嘅裏邊繼續嘅嚟到去多多禱告，求主所
俾我哋嘅呢份恩賜能夠去發揮，同埋裝備弟兄姊妹嘅呢份能力咧，都嚟到去提升。而求主亦都幫助我哋眾弟兄姊妹能夠接受裝備，喺服侍嘅裏邊咧彼此配搭。而最後咧，好想大家更多嚟到喺你嘅禱告裏邊，為教會持續發展嚟到去代禱。我有3個求喎，呢3個求咧，第一個求就係神嘅大能喺我哋嘅群體當中彰顯；第二個求就係求神將得救嘅人每一周都加俾我哋；第3個求就係神將更多嘅恩賜、人才、資源、糧俾我哋，以致我哋要成為一個好管家，嚟到去運用神俾我哋嘅恩賜，嚟到去祝福我哋嘅社區，祝福我哋嘅國家，祝福列國萬邦。喺呢個時候，我想邀請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嚟到去禱告，好唔好啊？呢幾個嘅禱告事項，有邊一個你最上心咧？喺呢個時候咧，喺悠揚嘅樂聲底下，我想邀請你嚟到去開聲，嚟到代禱啊！無論為你自己，為你嘅弟兄姊妹，為教會，我哋嚟到獻上禱告。我深信神必聽我哋嘅祈禱。讓我哋喺呢個時候深深嘅嚟到去領受主俾我哋嘅呢份帶領，用幾個嘅呼吸，讓我哋嚟到安頓喺主嘅裏頭，一齊嚟到去獻上我哋衷心嘅祈禱。因為歸於這地，在你安息之處大有榮耀，認識你的知識充滿遍地，像水遮蓋大海，牽起我心，更要學想你。我還活時要稱頌你，因你領我出埃及地。我要紀念主的約，因你是信實，你是耶和華以勒，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唯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在聖所中，如此瞻仰你榮耀。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聚集驚奇，神為我們行了大事。你的救恩不言辭地在我們中間，我們中間作奇妙測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光。真係因主我有一種嘅感覺喺我哋嘅當中咧，我哋嘅弟兄姊妹喺粉嶺神召會咧，已經有20、30甚至40年，佢哋嘅心咧，其實係好着緊呢一個屬靈嘅家。佢哋着緊嘅程度咧，有時會為教會、為呢個屬靈嘅家咧，而感覺到嗰種嘅肉緊，甚至有陣時咧會覺得有啲唔甘心。點解我哋嘅家好似仍然係咁，仍然有好多一啲嘅缺陷？可能佢哋曾經心裏邊咧都有一啲唔忿氣，
裏邊因為着緊，所以咧有陣時都會有啲怒嘈。主啊，你知道啊，你知道，因為佢哋視呢個係真係自己屬靈嘅家，所以佢哋嘅心咧係好緊張。呢個家可唔可以有所突破成長？主啊，你知道佢哋嘅心。主啊，願你嚟到去回應佢哋心裏邊所想嘅，想呢個家能夠長進，想呢個家更多愛，想呢個嘅家能夠祝福更多嘅人。主啊，呢一份着緊嘅心，願意能夠化作係一個禱告，更多為教會嚟到去禱告，更多為我哋嘅肢體嚟到去禱告，更多為教牧同工嚟到去禱告。主喺呢個世代嘅裏邊，我哋需要擺上禱告，為教會嚟到去擺上禱告，為我哋呢個屬靈嘅家嚟到去祈禱。主啊，呢一顆祈禱嘅心，請你放喺我哋嘅當中，因為主啊，你話非勢力非才能，乃係靠你嘅靈方能成事。當我哋話要建立教會，建立呢個嘅屬靈嘅殿嘅時候，主啊，絕對唔係靠人嘅力量，而係靠神你自己嗰個嘅大能。求告你嚟到去帶領我哋，幫助我哋，讓我哋嘅眼目嚟到去仰望你，叫我哋更多嘅為我哋嘅眾肢體嚟到去擺上禱告。主啊，我深信你自己會喺當中做你奇妙嘅事情。主啊，叫我哋呢個身體喺你嘅大愛裏邊漸漸嚟到去成長，並且我哋嘅眾肢體、眾弟兄姊妹能夠去經歷喺愛中都同樣有呢一個嘅長進。主啊，我多謝讚美你，你就係真實咁樣臨在喺我哋嘅中間。願你傾聽我哋每一個嘅祈禱，傾聽我哋對你嘅嗰份擺上立志。弟兄姊妹，我邀請你啊！如果你都願意繼續嚟到守望呢個嘅屬靈嘅家，繼續更多嘅為教會嚟到禱告嘅話，我邀請你一齊站立，我哋就用呢一首嘅詩歌建殿者嘅呼聲，我哋一齊嚟到去呼求主臨在喺我哋嘅當中，為教會嚟到去舉手，為教會嚟到去祈禱，願復興臨在我哋嘅中間，願恩惠歸於這殿。在你安息之處，大有榮耀，認識你的知識充滿遍地，像水遮蓋大海，牽起我心，更要渴想你。我還不是要稱頌你。才能唯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快被擄的人歸回錫安在聖所中，如此瞻仰你榮耀。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聚集驚奇，神為我們行了大事。我的羔羊不願賜你在我們中間，我們中間作起了擦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光。
以馬內利。親愛主，我哋感謝讚美你，你就係教會嘅元首，我哋就係你嘅身體。願我哋眾弟兄姊妹能夠以基督你嘅心為我哋嘅心，與你對齊。主啊，你與我哋同在，願我哋嘅教會為你所使用，叫我哋能夠去祝福社區，祝福列國萬邦，成為主你美好嘅見證。並且叫我哋呢一班建殿嘅弟兄姊妹，呢一班蒙主你自己呼召嘅人，喺呢個身體嘅當中，能夠各按其職，能夠喺愛中建立自己。我哋感謝讚美你，哈利路亞！感謝我哋嘅主。喺呢個時候邀請大家，我哋就用主禱文嚟到獻呈我哋嘅禱告啊！準備，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哈利路亞！將掌聲歸俾我哋嘅神。哈利路亞！國度、權柄、榮耀，全歸於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聚會嚟到呢一刻咧，係時候要講再見啦。同你身邊嘅講，耶穌愛你，願主賜福俾你。我哋有需要嘅弟兄姊妹，請你嚟到台前，領禱隊會服侍大家。願主賜福俾你。